有測量師話，發展商提供智能設備，除咗係銷售賣點，亦因為呢啲設備有環保功能。其實咧，我哋講智能咧，我哋就睇闊啲嘅，即係唔係話我有個時間掣就叫智能，用最少嘅能源而發揮最好嘅效益，而喺個適切嘅時間，佢係用你唔需要佢嗰陣即時就可以減低佢嘅使用。同埋咧就令到嗰個環境嘅質量咧、質素咧，亦都可以睇到，甚至乎令個用家佢可以掌握佢需唔需要去調整。有咗環保功能，發展商就可以喺綠色建築認證綠建環評中加分，有助爭取金級同白金級，以獲取最高10%嘅總樓面面積寬免。發展商咧點解咁緊張有綠建環評嘅所謂嘅分數咧？因為咧第一，除咗一個所謂嘅我哋嘅品牌效應啦，第二咧就係嚟緊我哋嘅綠建環評就會係我哋所謂嘅攞到建築面積豁免嘅一個指標嚟嘅，令到即係無形中佢可以起多少少可以賣到嘅面積，咁令到佢嘅收入增加咗啦，佢可以俾人哋賣多啲，咁自然佢就係嗰個所謂嘅賺多啲，其實有個經濟效益啦。佢話時下越嚟越多新屋苑融入智能家居概念，業主買樓前需要考慮呢啲預設智能設施嘅長遠保養。而家我哋興買樓花啊嘛，喺買樓花個階段咧，你未必可能好掌握嗰個家居系統或者智能系統有幾全面嘅工作，可能你去示範單位睇下，你都未必好完整掌握嘅。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咧，就反而就即係大家就最緊要問下呢個智能系統有乜嘢啊，同埋嚟緊個保養維修係如何處理啊？會唔會好大嘅就開支咧？咁因為你要萬一壞咗或者更換一啲嘢，會唔會係有好多特殊限制俾咗你咧？咁我覺得咧呢個位我哋要知。